咁男子甲一組籃球聯賽咁啊，崇德飛鷹啦，咁啊對住咧就係晉裕啊嚇。咁啊崇德飛鷹咧賽前咧咁啊就5勝2負，咁啊調翻轉啦，晉裕咧咁啊就係2勝5負嘅。咁啊所以咧就其實對於白色衫嘅晉裕嚟講咧，呢場波佢哋都當然係好想爭取勝利啦，咁啊令到自己咧可以入季後賽嘅機會咧大翻啲。咁啊但係開波嚟講，第一個入球嚟自飛鷹嘅文俊浩嘅3分。冇錯。咁啊，崇德飛鷹咧目前就喺聯盟咧就排喺第4啦。咁其實如果喺戰績上面同埋剩翻餘下嘅比賽咧，佢哋都仲有能力咧可以再超前一點嘅。咁開波嘅初段呢，其實就飛鷹咧係打嗰段呢，就係10-0嘅攻勢啦，包括咗呢一球波啦，咁啊俾到朱子榮呢一個3分波啊。咁啊晉裕咧就其實咧就一路咧都攞唔到分啊嚇。咁啊之前咧就罰球亦都炒得多啦，喺第一節啊，咁啱啱見到啦佢哋嘅居港外援啦，咁啊科維斯有個嘅3分波，咁啊但係之後咧晉裕亦都有個 turnover，咁啊俾蓋蒂斯喺後場咧就係偷到之後啦，咁啊直鏟入埋樽。咁呢邊見到咧就係阿呂銘賢再傳翻俾咧就係科維斯。科維斯其實同阿 CJ 咧兩個個高度其實都差唔多嘅啫。咁啊第一節打完啦，飛鷹領先晉裕咧就係15-12啊。咁啊再睇到咧第二節呢個波嘅鏟籃靚啦，咁啊直接咧帶到對方嘅心臟地帶嚟一個單手嘅大力入樽咧，就係有晉裕嘅外援啊科維斯嘅。咁啊晉裕咧咁啊開始咧咁啊打得好翻啲，咁呢邊咧亦都有呂銘賢啦一個嘅3+1啊嚇，咁啊俾佢搏到。咁啊講到3分波啦，其實兩隊喺上半場嘅命中率都係偏低嘅。周富謙咁啊大前少少啦，喺罰球線嘅位置咧射咗個中距離。咁啊晉裕咧喺第二節咧其實反超前啦，咁啊而飛鷹嗰方面咧呢邊見到魏家人嗰個膽色啦，咁啊對住啦咁啊高過去都成個幾兩個頭有多噶啦嘅科維斯，咁啊照樣咧就係鏟入去籃底啦入波啊！咁另外朱子榮啦呢邊亦都一個幾輕鬆嘅3分啊，冇乜人叉出嚟，咁啊俾佢射到。咁啊亦都半場嚟講啦，咁啊就晉裕就30-29啦，咁啊少少地領先住1分。上半場咧，感覺兩隊嘅活力就唔係咁夠啦。不過咧就中場休息之後出翻嚟啦，兩隊就好翻好多啦。包括咗咧就有啊周富謙啦，咁啊剛才一個嘅外圍啦 ，CJ 上半場咧就射咗5球3分都炒，終於嚟到第3節咧入到今場唯一一個3分波啊！之後佢都再繼續試咗1-2球嘅，咁啊不過咧都係唔入啊。咁另外咧文俊浩啦，咁喺飛鷹嗰方面咧其實都算係表現好嘅球員嚟㗎嚇。咁亦都咧就有雙位數嘅得分啦，喺今場啊有10分。咁另外呢邊蘇智樂啦，其實就好多時都唔係太多起手機會啊，呢球都係 tough shot 嚟嘅3分波。呢段時間佢係 hot hand 啊，連入咗2球3分啊，咁就係孖0號嘅蘇智樂啦。咁跟住呢邊有個 answer free 嘅回敬咧，就係崇德飛鷹嘅馮家豪啊。另外文俊浩啦，咁啊亦都咧就係有3分波。咁啊今日咧其實佢都內內外外啦，其實個表現咧都嗰個覆蓋率咧都好大㗎嚇。咁啊打完3節咧，其實飛鷹就領先翻嘅51-46啦。咁啊嚟到第4節嘅時候咧，咁啊其實就亦都睇下咧大家嗰個嘅活力嘅方面啦，有冇咧就係減低啊嚇。係啊，好記得咧就第4節頭3分鐘啦，兩隊都仲未有分數進帳嘅，反而奇兵突出喎。呢段時間崇德飛鷹咧換咗咧就13個李卓琪落嚟咧，入咗球3分嘅。咁啊當時其實佢都係喺呢場波啦，咁啊就係守到落場嘅啫。咁啊一嚟掂波就嚟個3分波，仲要入埋啊嚇。咁啊之後蓋蒂斯防守咧，亦都交出咗一個嘅係風波啦。咁周富謙咁喺晉裕嗰方面咧，亦都咧繼續咧咁啊就係有鏟籃嘅。咁啊白衫嘅晉裕咧，其實反而去到第4節嘅火力咧就麻麻地嘅，特別咧就本身依賴譬如阿蘇智樂啊，或者係阿科維斯得分啊。其實阿張豐石咧今日打得好好啊，不過今場嘅狀態就麻麻地，出手都好少，全場得2分啫。至於飛鷹咧，其實咧就係能夠拉開咧都要關咧，就係頭先咧就係魏家人咧連續2球3分波，咁啊幫咧球隊咧拉開咗咧就係12分嘅差距嘅。呢個波少咗爭議㗎，咁啊魏家人原本偷到諗住放翻入去啦，點知球證就話係對方嗌暫停先嘅。最終呢場比賽，崇德飛鷹咧以65-54咧擊敗咧就係晉裕嘅。